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令干净的话，是照公因结基诚实。你的公义是永远的永远，你的律法是真实。请来用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灵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请起立来用全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灵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指出咱应该行的路。最后不答我，真用力了外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隐藏。主上帝正手，爱咱勇敢公义，公义经道咱安护。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脚踏工的路。伊命咱的命，伊坚守用顶求，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落水咱的心灵。伊爱真奇妙，伊叫拢算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再情，再情自由放顶路。全世界真慈悲，都向伊的所赐，伫主上帝正手，正最尊请坐下来读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伫彼拉多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做下面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启应文第51篇，第1093页。
阿里秘书第14章，显着请三角来交托。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个人的快乐。因踮伫旷野孤单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飞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沿日到夜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同心来祈祷。诗篇95篇第20记载，咱拢要来感谢伊，用诗歌出欢喜的声，对透早到暗暝，拢有神满满的温暖带领阮每一天出入平安。阮拢有软弱的所在，靠主双手一直阮每一个人破碎的心。有时阵做出无属主神旨意的所在，阮拢愿意伫你面前认罪悔改。阮知影你为阮定死伫十字架顶，也求你赦免阮每一个人破碎的心灵，成做新的人。也恳求主大能的双手，以伫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带领因恢复体力。搁一摆感谢你，也为着你边工作的兄弟姊妹，拢会使有好的体力，求主看顾。阮也为着社区事工祈祷，老人共餐的服务，传福音带领一人进入教会，传扬你的福音，知影神美好的福音，为主来发光。也为着今仔日服侍的同工，信外队的服侍，过牧师所正道的话语，拢将福音传扬出去。阮也要同齐用你教示阮的基督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功夫，亲像阮也有赦免功夫的人。无恁带阮伫起，着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因、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这是要请圣乐队来赞美。
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新约部分第10尾仔，显着请听我来读。伊随时逼学生就船，大仙过去迄边，听候伊四线进人。四线进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阵伫海中，互影摇出，因为是对头风，明是圣经。耶稣对海面行，就群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连边甲伊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要蹲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啥事要伊？因就船，风就定。船里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进度。今仔日过无输买进度的题目是行伫水面顶。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最近天气变化有较大吼，检测有人身体感冒无爽快，求主特别来医治带领，互咱伫即个季节变化的过程中间，咱拢会通会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请咱同心来祈祷。听头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受阮的囝儿会通伫主日早起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伫遮要来领受你所启示的话语，愿圣神临到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晓悟你所要启示的真理，也伫这中间，互阮有气力来行做你所爱阮去行做的代志。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每一年到伫10月底的时阵，咱会想到什么款的节日？伫10月底的时阵，过去较年长的一辈，检测印象中就是停留伫纪念前总统即个蒋介石的生日。但是到即个节日，除了一寡较忠心的党员以外，检测无搁再有人来甲伊纪念。少年一辈，拄则有讲，也是讲一寡儿童伫10月31日即日，有可能全部的心思意念拢系伫讲要怎样来庆祝万圣节，即个节日。检测咱无学得发现，有侪遮的商店，差不多伫9月底的时阵就开始有即个万圣节的布置，检测拢卖一寡贵仔物迄个布偶也是讲面具甚至一寡南瓜所做即款的物件，遮个产品拢摆出来伫遐贩卖。即几年来，基督徒有应该也是会通来过万圣节即款的议题，检测伫教会的中间，互教会的牧长是信徒拢提出来讨论。较保守的人，拢是持守反对的立场，因为即个万圣节，咱讲一般就是讲西洋的鬼仔节啦，好亲像咱农历7月，咱讲即个
台湾、中国的即个几啊节，庆祝即个节日，就是甲鬼有交往、有交陪，所以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所以千万毋通过即个万圣节。总是抱着较开放的态度的人，会认为讲即个万圣节就是一个真单纯娱乐性的节日啦。它只是一个娱乐性的节日，根本袂有人去想到讲甲鬼有关系啊。咱若看昨伫天母的所在，毋知有人去无？天母拄有在办一场迄个万圣节嘉年华，所以伫遐拢大塞车，所以昨咧送花的咧花店的头家就敲电话甲我讲，伊讲伊昨无度送花。因为伊踮伫咧树东的市场，伊讲拢无法度出来，拢是人啊，拢是人所以伊到伫今早起来送花，所以即个万圣节可能一定真对是一款娱乐性的节日啦，无人会去想到讲迄甲鬼有关系，所以代志无遮尔严重。关系基督徒是毋是应该过万圣节，还是讲是毋是会通过万圣节？这检测这个问题，毋是我今日特别要提出来讨论的。总是咱会通去 Google 去上网去找，检测就通知影讲，这个万圣节到底是伊的由来是安怎来？总是10月31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一项代志实在是真要紧，互咱爱永远会记得。因为伫1517年的一天，马丁路德伫德国威丁堡的门口，伊有提出95条的论述，所以对即日开始一连串即个宗教改革运动。所以伫每一年的10月31日，就互基督教会定做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是基督徒爱去纪念甲庆祝的节日。所以每一年到伫10月31日即天，也是讲进前的主日，咱拢称作是圣道主日。伫今日周报第一面，咱会通看迄个节期，今日就叫做圣道主日，是为着要纪念即个宗教改革运动。有影若是无宗教改革运动，若无一定愿意选择行伫水面顶，就是冒着性命危险的宗教改革者，咱的信仰检测犹原停留伫守律法即款的干扰中间。伫还未宗教改革进前，迄个信仰差不多拢是互罗马的教廷来甲约束，所以所有一切拢爱听教会的话，拢爱听教皇的话，听教宗的话，因讲了准算。所以，若是无即个宗教改革运动，咱无法度去享受即个路德马丁所讲的因信称义，嘛是罗马人书保罗先生真强调的一项代志。因信称义所带来迄个真正的自由。然后这，咱是毋是也愿意为着真理来冒险？咱永远毋知影，将脚踏出去以后，上帝伊要为咱备办什么款奇妙的结果？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记载伫即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后壁面。检说咱若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即个基督徒，对这个故事也不止熟啦，就是耶稣行伫水面顶即个神迹。当耶稣用即个五块饼两尾鱼，互侪人食饱以后，伊随时吩咐学生坐船去到伫对岸。听候伊将遮个群众拢送离开以后，就会随时甲因来会合。点使耶稣知影伫群众内底还有真侪个人，因需要互耶稣替因祈祷，耶稣来甲因医治。所以耶稣阁存着迄款怜悯的心来帮赞每一位需要受帮赞的人，一直到所有的人拢得到帮赞以后，耶稣才将因送离开，去到门徒来会合。
总是当耶稣将这个群众来分散以后，伊无随时去甲门徒会合，互伊是家己一个人去到伫山顶的所在来祈祷。咱伫福音书的中间，常常会通看见，当耶稣伊要做真要紧的决定的时阵，伊拢会家己一个人去到伫旷野，还是去到伫山顶，家己祈祷。伊用真长的时间退到伫即个所在祈祷，是为着要敲找上帝的心意。咱会通看耶稣要受难进前，伊嘛是去到伫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的所在，伫遐家己面对死亡这项代志，来这上帝祈祷。虽然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伊有得到上帝的智慧来做决定，伊也有得到上帝的权能来行神迹奇事，但是伊无滥散使用这款的权力，反倒是用谦卑的态度，伫每一摆要做决定的时阵，伊拢用祈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通得到上帝予伊的快乐。所以对安尼，通知影，世事是上帝的囝，伊也知影讲，伫服侍甲祈祷的中间是绝对袂当分割的。要服侍，一定爱通过祈祷，迄个代志才会通成就。因为有祈祷，才有智慧，才有力量，通好服侍。何况是诚做教会的领导者，也是讲教会的长级同工，兼无应该学习耶稣的态度，用祈祷来持守咱所要做每一项事工。咱继续来看故事的发展，伫经文的中间讲起，讲到伫四更的时阵，暗时四更的时阵，忽然间海面顶起大风涌。所以门徒所坐的船就伫海中，伫遐摇来摇去，伫遐大摇动啊！这检测伫加利利海，迄是一个真正常、真自然的情形啦。因为加利利海是咱讲，伊是真低的一个地理，一个地理的迄个所在。伊四面拢是山，所以过去咱也有学过迄个地理也是地球科学的时阵，就知影讲。暗时的时阵，风是对山顶吹到伫海面啊，对陆地吹到伫海面。所以伫遮经文讲对头风，迄意思是啊，对山顶吹落来到伫海中的迄个风啊。迄风真大。即两天咱埔顶的所在风嘛真大咱住伫埔顶的人就知影。迄个风真大，滴到即个海涌伫遐压起。当这时阵，耶稣既然行伫海面顶啊，门徒行过去。当门徒看见这个现象的时阵，大家拢真着惊，就伫遐讲是鬼啊！是鬼啊！有影伫迄个时代，咱讲无灯嘛，拢无灯。所以你若是讲暗时向有物件对你行过，你一定着一惊嘛。特别是伫海的所在，对犹太人来观念来讲，海是鬼怪大的所在。所以有物件行伫水面顶，伊拢会认为是鬼怪。所以他伫遐大声话是鬼，所以就伫遐真惊吓叫起来。耶稣这时阵两边就对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这时阵彼得嘛真好打啦。伊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到伫你遐，若个人是你啊，你互我知影讲，我会通过你的命令也行伫水面顶。耶稣讲来，你行过来。迄意思表示讲，迄个船甲耶稣的中间要有一段距离啊。这时阵。彼得就真好胆，对船顶行出去到伫船外，然后行伫水面顶。要到伫耶稣迄边，
在半路中间，忽然间伊看见四面风影真大，所以心内不知着惊，煞开始沉落去啊！当伊沉落去的时阵，伫遐话讲：“主啊，救你哦！我救你哦！”这是新翻译的圣经啊！咱若是这个第一汉语版就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来甲伊救掉的。耶稣毋是伫遐看，你要沉落去啊，好啊，你沉落去。耶稣随时听见彼得话救我，伊伸手来甲伊救掉的。然后对伊讲：小信的人是安怎得饶义？然后因就做伙上船，这时阵风影就停止，船顶所有人拢拍败，对耶稣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等下当咱看了彼得这场冒险的旅程以后，咱是毋是也对彼得的心上看见家己啊？有时阵咱就是安尼，遮尔啊无胆，遮尔啊小心。所以传统的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的解说，较侪拢是在指责彼得的信心无够呀。所以伊才会沉落去海中。所以这段经文的内容，主要是要教导所有的信徒对上帝就要有信心，毋通有骄气，才会通完成上帝交托予咱，无论是教会内、教会外各种的事工。要有信心，毋通亲像彼得遮尔啊小心。所以今日我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就是彼得冒险的精神啊！伊愿意对船顶行出去到伫船外，然后行伫水面顶。所以，大心咱所要看的是彼得的信心。拄则一开始有讲起传统的圣经学者的解说，讲这段经文是咧指责彼得的信心无够，所以才会沉落去海中。总是当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彼得伊所做的决定的时阵，咱不得不佩服伊的勇气啊！因为伊所要做的是行伫水面顶的大冒险，这毋是一般的人拢愿意去试看卖的挑战。我相信侪侪少年人拢耍过迄个叫做真心话甲大冒险即款的游戏因就伫咧耍的过程中间有即个大冒险这个大冒险的游戏，真正互人有当时也感觉真惊吓、真紧张啊！伊毋知影讲这出题的人到底是要出什么款的题目，互咱去大冒险。我读神学院1年的学期，上尾一届伫迄个教会实习的时阵，我迄阵伫仁爱教会实习。即阵青少年，超过伊要甲我创治啊！上尾一摆实习嘛，做过神学生的，大概就知影讲，有当时即个教会青少年知影讲你要离开拢会甲你创治因就一开始算迄个猜拳的游戏，因拢套好招啊，拢套好势啊。反正上落尾一定是我输啦，输了就是爱去算用迄个大冒险的游戏因就挑过去找一束即个查某囡仔所穿的迄个洋装搁找较大束的，然后叫我穿叫我穿起嚟以后，伊讲好，这时阵请你去到伫外面的便利商店 7-11 去买物件，所以我就穿迄束洋装，就行出去教会外面，然后去到伫便利商店，去买物件，去介绍的时阵，大家拢一直甲你看，讲这个人是安怎无代无志一个查甫人穿一束洋装，因这青少年嘛真故意啊一路就伫遐一直翕相当我买物件转来到伫教会以后，这青少年就讲好啊，这种明志哥以后你红幕的时阵这相片拢要放出来，互大家看安尼我无要紧互恁放所以伫迄个
大冒险的游戏的中间，咱看见真正是互这个青少年来创治。有影这个大冒险的游戏，有当时互人感觉会这么真解叫还是讲真紧张、真惊吓。若是咱照传统圣经学者的解说讲，彼得伊的大冒险，检测是真奇怪的代志，你讲彼得信心无够，伊哪会愿意去耍这个大冒险，行出船外？若是因为彼得相信耶稣会通互伊行伫水面顶，伊哪会有可能愿意对船顶行出去到伫船外，然后伫水面顶行一段路，要挖起耶稣的身躯边？咱更加会通发现，当海面起大涌，所有的门徒拢感觉真不安的时阵，只有彼得一个人有勇气做出这款的冒险。这件毋是讲，因为彼得对耶稣就是充满信心的人吗？虽然最后彼得因为信心无够，小心险险落去海中，但是伊所做的冒险却是帮助伊对耶稣的认捌迈向更较成熟的阶段。这是后来当耶稣甲门徒因做伙来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阵，耶稣伫遐问门徒讲：“恁讲我是什么人？”我做门徒毋是伫遐回应讲：“你是以利亚，是先知中间的一位，还是讲以赛亚？”只有彼得一个人伫遐讲起，讲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所以，咱会看见彼得伫这中间锻炼伊的信心。然后这冒险检测会互咱面临一寡危险，会面临一寡挑战。总是冒险也会通帮助咱来建立信心，也会通为咱带来喜乐甲愿望。特别冒险也有可能会通去拯救侪侪伫遐瓦滚死亡的性命。亲像早期来到伫台湾这外国宣教师，因甘愿放弃因伫因的故乡迄款真安稳的生活，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咱知影19世纪迄阵台湾也无讲真发展，真落伍，所以对这个欧美的人，这个宣教师，因伫迄个所在已经真进步，来到伫台湾这个遮尔落伍的所在，并且真兴奋。因将迄个得救的福音传予台湾的百姓，互咱所有台湾人拢有机会来领受救恩所带来的永活、愿望甲喜乐。所以，这个宣教师所做，就是亲像俗语所讲的，牺牲家己，照光别人，这款的精神。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拢着要学习信仰态度。耶稣捌对伊的学生讲：要对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也家己的实力过来对我。所以，真做一个基督徒，并毋是要真做一个过着真安稳的生活，还是讲真这个好势的生活，这款的日子。真做一个基督徒是爱常常来挑战家己，来突破家己、更新家己，并且改变家己。检测咱会通安尼讲，真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一场冒险的旅程。咱要做什么款的冒险？咱就要凭信心，将迄个自我中心除去，将过去迄个歹的习惯除去，将迄个毋敢行头前、行进前、毋愿意去试看卖的主动除去，即款的冒险。意思是讲，咱要甲过去的生活拢完全来挂离，咱是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一个冒险。因为要甲过去的生活完全挂离，对咱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
冒险并毋是完全拢毋好啦，特别是信心的冒险。信心的冒险所讲的，毋是真匆忙咧做代志，而是讲完全无目标。信心的冒险是咱伫计划的过程中间，通过祈祷，通过信心，互圣神伫咱的中间来做工，互咱会通调整咱所做一切的计划，互圣神带领咱头前的脚步。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上帝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所以，当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信心的冒险的时阵，圣神伫咱的中间来运行，上帝所要成就的，绝对是超过咱所想象的。咱接下所要看的就是彼得的行动啊。第一项，咱所看就是彼得的信心；过来，咱所要看的是彼得的行动。使徒雅各慢咧讲，所以只有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信心是通过咱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咱有信心，就要付出行动，才会通看见果效。若无，咱就是空喙保证那定。好像英文的一句俗语所讲的。To say is one thing, and to do is another。当彼得耶稣要求讲，会通甲伊共款行伫水面顶的时阵，耶稣应允伊的要求。也彼得真正相信耶稣，互伊有即款的能力，伊就大胆行出船外，然后开始伫水面顶行路。也因为有即款的勇气，伊才有度行伫水面顶。然后这，咱才会通想象彼得迄时阵的心情。我相信伊心内一定感觉真欢喜，伫遐感觉真兴奋啊！互伊甲耶稣共款，会通行伫水面顶。其他的门徒拢伫遐，感觉真着惊，毋知要怎样是好。其实，当门徒在跟对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咱看去圣经的记载有讲，耶稣有赏赐这的门徒有权柄，会通去行一寡神迹奇事，会通去赶鬼，会通医治各种的病症。通过安尼，会通人来见证耶稣就是上帝的囝，伊是旧约圣经所有表的弥赛亚，是正人赎罪的羊羔。既然信靠伊的名的人，拢会通得到一个过活的活命。耶稣伫受天之前，伊也捌吩咐门徒讲，伊讲，毋久圣神临到你的时，定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来做见证。这个所在，耶稣所讲的意思，是爱每一个顶头生得救的基督徒，拢会通成做过活的主耶稣的见证人，通过这个信心的行动，去到伫逐所在宣扬福音。虽然这是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但是有耶稣甲咱同行，咱就无有任何的惊吓。所以咱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当这个门徒受差遣出去的时阵，虽然面对侪的危险、侪的困难，但是耶稣甲因相同行，因拢无任何的惊吓。伫几年前，台湾有一队这个登山的队伍，要去爬世界上悬的迄粒山啦，就是圣母峰啊。因对圣母峰转来以后，伫遐分享。我虽然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任务，但是因愿意接受挑战，为着家己的性命，创造一个新的纪录。若是这个人一开始在计划的时阵，所想到的是讲这个圣母峰是全世界上悬的山，山顶的空气已经是真稀薄，
去到伫山顶，温度一定真低，一定真寒，气候变化一定真大。若是要计划进前，还未去爬的时阵，就咧想这问题，检测因就会惊吓、论呢。我相信，因若所想的拢是即款的代志，今日因也无可能去完成即个伟大的任务。亲像安尼，教会的事工的推动，若是咱敢若是因为想到迄个未知性，毋知发生啥物代志，还是讲迄个困难性，咱就感觉论呢，毋敢向前行，无愿意亲像彼得踏出尊心，咱就无法度去经验行伫水面顶即款的心热。过去即年来，无论是伫主日礼拜，还是拜三祈祷会，我拢一直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咱教会未来有一个意向，就是要设立一个福音中心。检测这对兄弟姊妹来讲，好亲像就是行伫水面顶的冒险，因为侪人毋知影到底福音中心是要做啥物只是牧师一个发想，有即款的意向。当然，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咱有欠缺即个硬体也是软体的资源。一旦福音中心设立以后，咱的地点应该下伫什么所在？或是爱搁去买一个所在，还是讲去租一个所在？或是讲咱现处是教会即个所在做一寡改建？即款硬体的问题。过来是讲，咱来由什么人来负责管理即个福音中心？这是属于软体的问题，无迄个能力，无资源。总是这毋是咱需要去烦恼的问题。因为既然是上帝伊要兴起，伊所要去做的工作，伊会一定会替咱来准备。咱所需要的就是遵照踏出尊心，行伫水面顶即款的信心。兄弟，若是马丁路德伫1517年10月31日，伊无伫即个德国的威丁堡大门发表即个95条的论述，互所有欧洲各所在的神学家开始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运动。咱的信仰检测，搁是互即个互人关伫即个罗马教廷的教条中间，咱无法度去享受伫耶稣基督内面真正的自由。虽然宗教改革运动一路行过来，有真侪困难，也拄着真侪的迫害。但是因为这个改革者，因愿意用家己的性命，来坚持信仰，徛伫真理，来指出错误。今日咱才会通伫这个所在自由敬拜。咱若活是继续活伫迄个罗马教廷，咱讲传统的天主教，即款的礼拜的仪式中间的时阵。检测咱礼拜中间自头到尾，咱都爱读一寡因所设计迄个祈祷文啊，还是讲一寡仪式，拢是照迄个程序安尼咧进行。咱无即款遮尔啊自由敬拜的机会。兄弟，信仰除了需要用信心来建立以外，嘛需要有迄款冒险的行动。好像就彼得有勇气踏出尊心，行伫水面顶共款。虽然伫这过程中间难免会因为小信煞来跋倒，但是主耶稣也一定会伸手将咱救掉的。伫咧经文中间，当彼得要跋落，要沉落去海里的时阵，耶稣伊伸手去将伊救起来。咱也相信。主耶稣伫咱每一项的事工顶面，拢会伸手来甲咱搭救。
求上帝互咱有勇气，领受伊为咱备办各种福音事工的异象。我相信，只要咱愿意付出行动，上帝绝对互咱有迄个行伫水面顶的能力，并且亲目睭来看见上帝所要行奇妙的大代志。求主帮助咱，互咱伫每一个时代，拢能看见迄个福音事工的要紧，会通伫每一个时代，拢会通付出迄个行动，互即个福音的事工伫咱教会、伫咱的保定的地区，会通大大来兴旺。这检说就是咱教会设立伫保定这个所在真要紧的意向甲任务。咱拢爱有打出尊心，行出去教会外面，然后行伫水面顶，看见上帝的权能较大过咱的行行。咱若愿意踏出去的时阵，上帝就开始做工。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当阮看见耶稣伊在世的时阵所行所做耶稣教导的真理的时阵，阮知影，阮通过耶稣的救赎，阮拢真心恢复甲上帝的关系，阮成做上帝的儿女。主，你爱阮接受你的呼召，去到伫逐所在来为你做见证。阮也领受你所予阮即款的呼召，阮伫逐所在来建立教会，无毋是要互福音的事工伫逐所在来兴起。主，你也呼召阮会通成做你的工具，互阮通过你赏赐互阮的文字，来伫教会中间兴起各种的事工。主帮助阮，互阮会通知影，福音的事工需要阮每一个人参与伫即中间。福音的事工需要阮有勇气来接受新的挑战，来领受对上帝遐新的意向，煞互即个福音事工会通伫逐所在，特别是阮教会徛起的所在，来得到推展。主，阮知影，阮所会通做实在是有限，阮只有恳求圣神，加添互阮有气力，也有对你遐来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来领受即个责任，就是去到伫逐所在来见证福音。主，阮特别要将阮教会国内事工的意向，想要建立福音中心，恳求你来带领。虽然目前阮还伫咧计划，总是阮知影，当阮愿意亲像彼得共款，踏出尊心，有信心来领受即个意向甲挑战的时阵，主，你要互阮通过阮的行动，会通互福音的种子继续伫保定这个所在来压出去，也互侪人因为领受福音，会通互因的灵魂得到解救，互因有份也加入到伫上帝国这个大家庭的中间。阮伫遮同心敬拜，阿罗上帝，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来用信息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
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天地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胆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请起立来用全手。今仔日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做好甲玉芬执事带领咱来奉献。请起来因奉献诗。感谢。接落来要来见证分享，请做好执事来分享。伊讲伊无爱落来啦。
阿爸要见证分享我今仔要分享的是，咱对上帝信心有偌大，大好甲牧师今仔日的题目足写成的。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这3年来，3年前圆圆地道有新的时阵，伫3个月到4个月时阵，迄个时阵伫树林的妇产科医生就甲阮讲，这个囡仔看起来怪怪，叫阮去大病院做检查。去大病院的时阵，我去南做马街，因甲我讲伤细汉，看袂出来。阮个继续搁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医生较甲阮讲，看起来敢若真正有问题。但是伫顺利的时阵，迄个医生嘛有帮阮看，伊讲应该毋是唐氏症，因为唐氏症有一寡现象伊无，但是伊的手看起来怪怪。上尾仔检查出来是伊2支手拢减一个骨头。阮迄个时阵，因为我无做唐氏症的检查，迄个时阵圆圆妈问我讲，为啥无爱做？好，阿爸。阮就讲，因为我就甲圆圆讲，我知影上帝的陪伴，上帝的陪伴为阮陪伴上好的。若即个囡仔真正有缺陷，上帝伊嘛会甲阮讲。落尾仔医生嘛为阮安排做足侪检查，毋过遮个检查医生拢是用足侪就是病院的资源为着阮的囡仔做检查，阮拢毋免开一箍银。阮就讲上帝的恩典真正足好的，咱会对上帝有信心。嘛因为拖过20周，就是囡仔已经足大汉啦，所以伊个爱，伊出世的时阵，伊个有喘气，然后医生检查了，伊无甲圆圆讲，医生有来甲我讲，2支手真正拢减一个骨头，伊的心脏嘛破一个大孔，伊若真正互伊到10个月生出来了，可能无几工就会过身，迄个时阵人个会较痛苦。我个足感谢上帝讲，你会当好遮尔紧个会当知影讲，一个囡仔个真正是，就是讲伊真正是有问题，无适合来甲咱，无适合来做阮的囡仔，个求上帝，互阮会当，就是医治阮的心，互阮莫阁较艰苦，无偌久。个换伊出来，个伊出来了，你看遮黏滴滴，嘛是足感谢上帝，因为我迄个时阵嘛拄好好想讲，要互圆圆会当一个人伫厝，顾囡仔，所以我迄个时阵一直3年前一直想要换工课，嘛有找到足好的工课，找到了过无偌久，个发生即个代志。我就知影，迄个时阵我嘛知影讲是毋是上帝无希望我讲个伫即个时阵换头路，个迄个时阵我个因安尼，迄个工课本底是薪水比之前较好，差不多20-30%。到今年我阁甲上帝求讲，因为圆圆即马已经伫厝，就是照顾囡仔已经。差不多1吨外，阮的薪水其实有淡薄仔讲，虽然讲欠无钱啦，但是之前欠的阁有通仔用，阁还好，阁会使。我阁甲上帝讲，阮若一直安尼开落，阮的钱可能存款会愈来愈少。阮有可能未来买厝还是啥物货，阮可能手头会较暗。上帝今年阁为我陪伴一个阁较好的头路，薪水阁较悬的。做起来阁较轻松。我今年顶礼拜是第1届伫公司加班2点钟，
无我平常时拢是6点才下班。伫科技业内底讲要6点下班，其实是足困难的代志。嘛足感谢上帝，互我会当每工6点半进前会当下班，转去陪伴圆圆甲小瑞来佚佗。因为阮小瑞就是安尼，规工走来走过去的，圆圆讲伊拢足忝的。暗时一定爱有人去甲伊陪伴伊，因为若无陪伴伊，圆圆其实会足忝，因为伊到小瑞到2-3个月前，伊较开始会当困过暝。进前伊是半暝拢爱起来食茯苓食物件的，伊无法度互圆圆好好休困。所以我因为经历遮侪代志，我一直以来我拢足相信上帝为了安尼陪伴，拢是上好的。嘛透过遮个机会，当互兄弟来思想上帝伫咱中间的恩典有偌大。咱的信心对伊阁有偌大？谢谢。大家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以弗所书3章20节，台语2遍，外语1遍。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的分享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的分享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章20节。今日来报告，掀开主报的第3面。掀开，请听我来报告。感谢周浩执事今主日礼拜中的见证分享。求圣灵通过咱的生命故事，带领到未信主的亲友，以及已经信主的兄弟，拢会来经历上主的恩典。今主日下晡1点半会召开中集会，会中要进行给上帝空间读册的分享，请中集出席参加。本会继续要办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奖学金的申请。详细办法请看公布栏。欢迎有资格的在学青年向关怀部提出申请，到10月13为止。本礼拜三查经祈祷会查经是贵博士主理，祈祷会是授权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阮用祈祷建造下义的教会。请各部部长、学青、社青、上青团契甲圣乐队的新任会长甲队长，伫今主日将2023年事工计划甲预算交予贵部书，通制作事工研讨会手册。本礼拜六9点到下晡4点要举行2022年事工研讨会，请中职、学青、社青、上青团契甲圣乐队的新任会长、辅导甲队长出席参加。下主日是台湾新下医的奉献主日，请兄弟陪伴先奉献。下主日下晡1点半到3点要举行下半年度中职训练会，请中职出席参加。本会伫10月13要举行下半年度为博物馆贷款献小书记，请兄弟拥有记交代到领处小组铺满。所来请牧师公道补充甲介绍。好，今日真欢喜有听到周浩执事来做见证的分享。伊所经历这一切，我嘛有甲伊翁仔某做伙陪伴行过啦吼。特别是当即个婴仔引产出来了，有去到伫病院的所在来做一个安慰的礼拜。然后即个囡仔就送去
算讲病院甲伊火化，甲伊火化。有看到这个囡仔，查某囡仔，真古锥，真正是看起来足古锥，真水啊，真水嘛真毋甘嘛，尾后阁有去因的家庭，甲迄个因全家，嘛是做一个安慰礼拜，因为上帝心意咱毋知影啦，总是咱看到即马做好因嘛准备要阁生第二胎所以也犹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咱拢伫祈祷的中间，三体为着咱遮个幼婴细汉囡仔祈祷伫遮嘛一项欢喜的代志就是即个建群兄甲玉凤姐的后生因新妇伫顶礼拜嘛顶礼拜嘛是有生一个婴仔出来即马因拢做阿公阿嬷可能会搁较无闲咱甲因恭喜甲即个建群兄甲玉凤姐恭喜。伫祈祷中间，咱嘛是替几位的兄弟来祈祷特别咱为着即个水船长老妈水船长老的妈妈顶礼拜六伫下境有跋倒，伊的即个倒手柄的小腿小腿甲骹盘拢有小可逼有小可逼已经有高照果伫恢复的中间所以咱伫祈祷中间来纪念。咱嘛为着即个小主执事的爸爸啦伊就是进前开迄个膀胱结石开了后拢有发炎顶礼拜有将即个原本到迄个尿管啦即马明天要拔明天要拔嘿即马搁咧检查啦即马搁咧检查咱继续为着小主的爸爸伊的治疗来祈祷咱今日要带倒的家庭是即个清水兄甲小斌姐的家庭咱有看到即个威志甲龙儿的后生啦伊号做可乐啦真可乐咱为着即个细汉囡仔的成长来祈祷看起来真古锥孙美姐拢爱通过视讯啦，是讲通过相片甲看会着孙因为拢住伫花莲咱嘛为着清水兄伊的身体来祈祷为着伊的心情心情来祈祷特别为着嘉义来祈祷嘉义目前检菜工作较无稳定伊咧做富胖达咧 Uber Eats 的即款咧送食的物件啦咱知影讲这工作就是你有接单才有收入咱求上帝保守伊互伊伫咧送件的时阵拢会通安全拢安全特别为着伊的信用祈祷啦伊检菜洗礼了后拢伫桃园的所在工作最近才转来伫信用的顶面检菜有较软弱较软弱咱求上帝加添互伊有信心互伊也会通重新搁再一摆转来到伫教会的中间咱特别为着即个家庭来三体祈祷检菜咱也为着咱伫即个拜六的事工检讨会来祈祷互咱所要讨论一切事工的进行拢会通顺利，特别是明年度咱有要计划新的事工拢有清楚的意向咱共同来建立接续就是咱10月11月20感恩节的主日咱嘛为着即天来献上咱的祈祷搁来10月2月12月圣诞节的种种的事工来求上帝带领咱即时阵同心起立咱就是为着遮的代志来祈祷毋得里面上帝，阮伫里面前这个所在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三体来为着教会祈祷，为着清水兄小明这个家庭祈祷感谢你，互因来通上帝你的保守，一天
我有怜悯听堂上帝，我很感谢你，互阮伫每一个主日，通过阮伫这所在的讲道，阮会通为着兄弟姊妹以及教会各种的事工，阮三体来祈祷。这时阵，阮为着清水兄、小敏姐的家庭摆咧阮的祈祷，求上帝你继续赐阮伫这个家庭的内面。阮为着清水兄新心灵伊的软颈，求主你来医治看顾，也为着嘉怡伊的工作出入拢平安，求上帝你来引带带领，也特别伊伫信仰顶面的软颈求上帝你加添，互伊有气力。互伊会通坚信对上帝这款的信仰帮助伊会通真心转来到伫教会，阮伫遮三角来敬拜。阮也为着威志甲龙儿、可乐这个家庭伫花莲的所在生活甲因的工作，求主你来带领。为着可乐伊的成长过程，上帝你顾守伊。拢会通健康来长大。阮特别为着水泉长老妈伊骹腿的受伤，求主你来医治，互伊通早日来得到恢复。也为着手术执事的爸爸，伫膀胱的结石手术了后，也会通得到医治，互伊所有一切的病症，拢有上帝你的手来帮助。互伊赶紧来恢复健康。阮为着教会过来这个拜六的事工研讨会，求上帝你亲自带领，互阮通过这个研讨会，阮会通共同来建立伫新的一年，阮事工的方向甲意向。也为着11月20，阮感恩节的感恩礼拜，求上帝你带领，通过一年来阮所领受一切。伫即日，阮要对你献上感恩的祭，也为着12月，阮做这圣诞节的事工，求上帝你来带领引带，互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会通分享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互阮的厝边头尾，阮将阮所有一切的代志拢摆在你面前，求你来引带带领。阮也特别为着10月26的这个选举，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互阮伫这个民主过程的中间，通过选举，也真正选出阮所期待会通真正做代志的首长甲民意代表。上帝你家己亲自来掌权，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因查看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是线，请贵牧师教导，请大家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这人常常三角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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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谢谢，麦多。